来看法务部统计，台湾的电信诈骗案最近3档就成长3.6倍。民众党团是批评讲 ，NCC 拢无提出具体作为，要求讲应该爱定专法。国民党的立委早起伫立法院嘛，针对假信息是愈来愈严重，要求 NCC 得爱加强门号的源头控管哦，嘛爱跨部会来侦办。有民间企业最近公布一份2022诈骗解析。 全世界通信诈骗量超过4亿次，其中感情诈骗的比例继续创新高，要到8成。在野党批评，在台湾亲像电信诈欺案件3年来也成长3.6倍，不过并无看到 NCC 有什么具体作为。数位的专法来，特别是像上架的平台，它也要涉及到刑法上面的特别的一个角色，甚至是刑责，这样它才会。 觉得他也是这个加害或帮凶。民进党批评 NCC 伫最近讲，电话号码开头加886，比党内比例是9成以上。不过看今年1月到8月，新修电信诈欺案件有15万外件，估计全年可能要加20万件。政府的作为无够积极。国民党立委也讲，诈骗集团利用无记名的网卡来犯罪，和追查真困难。 NCC 应该自源头来控管，可以使用台湾地区、中国地区、台湾大哥大、中华电信，而且根本就是挑衅。下面还有写说谢绝诈骗集团诈骗用途等犯罪行为，请勿购买。他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他没有任何的登记，所以第一个要处理的这个非实名制的部分。NCC 强调，目前针对电信诈欺提出，请电信业者甲考验门号动来，对国华卡来电话增加有因警示等措施。 也利用诈骗关键字，抑个 AI 技术分析，加感信动来。今年以来也发送1亿2000多条的感信，提醒民众爱注意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